团是真做一个真正要紧的过程，总是团，敢若团迷失，毋是敢若团了就准拄好。咱常常讲啊，咱夜景吼，毋免去计较啥。有个人讲夜景的毋免去计较啥，修行啊，对无？撒种就好。总是我跟你讲哦，主耶稣在讲夜景的时候，设一个譬如，伊讲有人夜景吼，夜伫迄个石架地，有人食伫刺皮，有人夜伫什么肥的土的所在。你像这个夜景的人，会去夜伫迄个肥的土地结实100倍、60倍，伊着张弛注意无？着选择无？着爱经营无？我甲你讲，石架地嘛会通变做肥软的所在，你信无？恁信无？咱长老教会一个特色就是足安静啦吼。所以伫这中间，迄个刺皮，你要夜景的进前，你当然无爱先甲刺皮安那拄掉。你要夜景伫迄个石架地时，太托无爱先将遐个石头安那刷开。基督教福利会，可能咱拢毋捌这机构是啥物碗糕啦吼。你捌听过这个基督教福利会请举手？你哪会知？你有去上课哦？你去走去南崁上课是无？伫台北哦。这基督教福利会古早是咧做分米粉、分肉大的机构，安知无？捌食过米粉、食过肉大举手？哦，不止一人嘛，对无？咱拢有共同的经验。我会记得细汉的时候，佮穿过内裤哦，倒边尻川被写啥？中美合作。正边尻川被写啥？净重50公斤。因为古早的米粉袋啦，毋是像即马细细袋22公斤的，古早的米粉袋啦，真大卡，50公斤，所以迄个布质佫袂歹，所以摕来做内裤内衫，足好用的，但真耐穿哦。所以净重50公斤的屁股，总是经过30冬的中间，这个机构对美元无去了后，终止了后，交予台湾的教会。台湾的教会虽然是由各教派的领袖，包括咱长老教会是总干事带职的哦，由各教派这一级的领袖来伫做董事会，总是30冬来，却无转型。到伫最近，2005年小弟弟收调到了这个机构，张牧师甲我讲，我甲张牧师问讲，张牧师啊，这30年来吼。这机构都无人知影，含我家己要去都唔知影，要做执行长我都唔知影这是啥物碗糕哦。我去要做啥？恁爱我去做啥？张牧师甲讲一个，互我足新鲜，总是即马足后悔的一句话。伊讲哦，30年来拢无啥物工课，也无啥物表现，对无吼？拄好，你来吼，小可叮当一下吼，会怎啊？华语讲叫做立竿见影。冒死啊！好康拢报互我知，真正报好消息，你知无？将福音互我。我去到这个机构了，我才知讲，哦，原来吼，真正鸟鼠足大只，你敢知？因为吼，这个机构伫30冬来吼，已经失去迄个原来创设的精神。迄个原来是咧帮助足侪爽的人，对台湾的社会影响非常的深，非常的沉。我未去进前，因邀请我参加董事会的事工的研讨会，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遍参加由董事会家己本身在做事工研讨，因都无完工嘛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在研讨时，我甲因提出2个 idea， 因讲请执行长来分享意向。我第一个意向就是讲，来，咱来成立一个叫做台湾基督教志工中心。来整合所有教会这志工，会通结连做伙，来发挥基督的精神，做好的工，做水的见证。这是团上界要紧的目标，就是改变态度，
互因会通认同主耶稣基督，佮接受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想讲，安尼叮当就都有啊嘛吼。所以第二个工作，我讲因为原住，因为第一个工作是因为我伫救治的是，伫部里救灾的是，看见逐日我拢足认真去迄个消毒，去整理环境，扫便所。我带4、5个青年，专门拢咧扫便所。啊嘛看起哦，在扫的时候，竟然偶然嘛有电视来甲阮翕呢。总是吼，永暗时转到厝的时啊吼，转到大个所在吼，嘿，足欢喜的，竟有人甲咱翕哦。总是见看着拢看到什么人？瓷器。努力到尾啊嘛无人看到。当然基督徒毋免做工课，就一定爱人看到。总是主耶稣讲啥？伊讲吼，无人点灯点伫对。刀下嘛，拢嘛点伫灯台顶，对无？有一个姊妹甲我讲，牧师啊，你哪会着去做志工训练，讲着去认证政府的认证，啊，着去奖励奖励政府的奖励，咱哪会着做这咧？咱本来就咧做义工啊，本来就咧做义工啊。因为主耶稣佫讲一句话，伊讲啥？讲正手所做毋通吼，倒手在。啊，你咧做这？我讲，你敢有法利赛人？恁是法利赛人无？有人法利赛人无？无人敢举手嘛吼？即摆恁就做了就对啊啦吼，无人敢举手。我讲你若毋是法利赛人，即句话甲你完全无关系，因为迄句话是啥？是主耶稣咧警戒伊学生讲，你毋通亲像法利赛人，祈祷的时间要到的时阵啊，就出来十字路口，啊，就乒乓家己的所做。若是为了阳光家己、乒乓家己的所做，你莫做义工。总是若是会当亲像点灯点伫灯台顶，互众人拢会通看到，互众人得到温暖。你哪会无爱点灯呢？你哪要囥伫兜下呢？何况主耶稣伫新的改变讲，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。我即摆咧讲即句话，恁知影啥意思对无？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啥物人？我学生，知改变态度，到伫认同，我学生是认同。你兄姊妹，伫咧讲普天的托录音的时候，毋是敢若单纯讲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。迄个古早迄首歌，我足爱唱的，恁会晓唱无？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，现在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。咱的教会公报吼，伫记载，较早叫做府城报，伫记载讲，遐宣教师这个歌一个唱落了，讲后壁呐，都对一大群的人安尼。咱等下礼拜煞，咱兄弟姊妹去外口唱，有几个人敢去外口唱？你个笑的原因就是讲，袂去用笑死个。总是我甲你讲，毋是袂当唱。是你唱了说法，对你来讲说法又怎么样？对遐听你唱歌的人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做啥？他们又怎么样？迄个怎么样是 how to change？ 有改变无？你若无先改变，要50000人改变，难上加难。所以伫志工训练中间对2006年，我开始咧做志工训练，一面训练，一面都有真侪声，这不见好啦，这个做不起来啦，如何啦？总是我甲因讲一人，我讲，咱都袂做咧，咱哪会知影有可能无效？所以用阮我一段时间，互我会通努力看觅呢，若无效我家己走。所以我伫3年到任的时。我甲写一张批予遐董事，所有教派领袖。我讲，列为上时受敬，诚做主的奴仆的正董事平安，写批到人遐长的，迄什么意思？恁知无？同门受招，为主仆人的众董事们平安。我嘛受掉，恁嘛受掉，对无？咱拢平平受掉。今仔日我受掉，恁有受掉无？有无？有。所以我甲因讲，
身为执行长，我有责任甲恁讲，我的任期到今年的7月30日，所以你伫4月的这个董事会中间，的确着讨论我的去留，总是毋免顾虑我的去留，毋免顾虑我的前途如何。恁若是要留我，是因为迄个志工等等遮的帮咱送乡人、帮咱做救灾救难，即款的计划，一个叫做扣税计划、10岁计划，就是要支持这个计划，恁才留我。恁若无要支持这个计划，请恁就毋免讨论，我就真清楚恁的意思，我就自动怎么样？毋免请辞，我就自动离开，绝无乱无。对，恋战。谢谢你。所以伫迄中间，我想讲，我写到遮白啊，对无？应该是足白目的嘛吼。所以伫迄中间吼，我咧想讲，因若是我后壁写一句话，总是恁若留我继续，恁若留我继续，我的确将即个计划贯彻，全力以赴。有惊死无？惊死的莫来。所以伫迄中间，结果伫咧讨论的时候吼，讨论到人事案的时候吼，董事长是咱的张德谦牧师啦吼，所以讲大家有意见无？对无？一时讲若无意见吼，大家举手赞成敢好？所以要举手无？无举手嘛怪怪吼，所以我就是安尼留落来。总是伫这中间对2007年。08年，要08年开始的时，开始重整，所以旧年拢总有办6场的志工的训练伫全国。总是我咧讲，上帝伫迄中间开始开路，到伫旧年后半年，这董事甲我伫开会时讲，即马吼，迄个执行长已经做到遮来吼，可能后壁挂号啦吼，毋是因讲的吼，